暑假就嚟完啦，但係唔少學生都仲未做晒暑期作業，又唔想臨急抱佛腳，點算啊？有學生甚至係家長就索性上網揾槍手代勞咯，而網上都有大量嘅槍手樂於接生意㗎，當中唔少都係標榜係名校中學學生，甚至係大學生，就連在職人士都有啊。收費方面就按小學、初中以及高中作業而異，更加分 hea 做同埋認真做。每本介乎5蚊至80蚊，不過由於競爭大，好多槍手都以賤價搶客㗎。我哋嘅記者以客人身份同一個女槍手聯絡，要求代做一本升小六嘅暑期作業，內容包括中英數同常識各科，每本收費50蚊。女槍手仲話作業數目越多，收費就越平，3本價錢可以低至120蚊。1星期後就可以起貨，仲保證準確率有90%。個女槍手喺一個港鐵站接過暑期作業之後，隨即到附近圖書館嘅自修室開工，埋頭苦幹。1個星期之後，個女槍手相約記者到港鐵站交貨。佢表示花咗大約5個鐘頭完成作業，以每本收費50蚊嚟計，平均時薪只有10蚊咋。不過佢就聲稱自己唔係新手㗎啦，已經做咗槍手多年，又透露自己係全職打工仔，生意好嘅時候做槍手嘅收入都有500至600蚊。不過呢一個女槍手似乎就唔係咁專業啦，作業嘅答案錯漏百出，不足70%正確。有法律界人士就忠告大家，揾人做功課係屬於串謀詐騙，隨時要負上法律責任㗎。各位仲未做暑期作業嘅朋友，仲有個幾星期先至開學啫，都係靠自己嘅努力完成作業啦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